今年台北有一个特殊的夏年活动，是办伫咧大安森林公园。这国家影视中心就招民众做伙来看《爱情万岁》这出30年的老电影，哪好哪夏年。目的就是要做伙把今年上届歹的代志写落来，下过一寡无快乐，同齐迎接新的一年。 去年有一群民众烧酒伫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哪哭哪看年，这是当初网友李思涵为着要致敬《爱情万岁》这出台湾经典电影发起的活动。就是不管是悲伤的快乐，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场所，然后让大家可以自由宣泄自己的情绪。我觉得应该是对，就是新的一年这样子是蛮有帮助的。 《爱情万岁》是蔡明亮导演伫1994年拍的电影，主演杨贵媚坐伫台安森林公园椅条靠7分钟靠袂停。电影呈现90年代台北的都市男女心灵空虚、孤单的生活模样。这出电影伫当年嘛得到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肯定。也若今年哪哭哪看年的活动，由国家电影节视听文化中心主办，表示虽然这是30年前的电影，不过这款空虚寂寞的心情，放到现代依然会有同款的感受。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，其实人的心里面，都市人的心里还是很空虚寂寞的。那它呈现了一个缺爱、空虚、寂寞的状态，其实也跟30年后的今天非常的有呼应。哭相在互人当作是负面的表现，所以民众普遍无习惯直接表达。有学者就表示，根据2019年到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，30岁到44岁内底，平均每4个人都有1个人有精神上的相关病症。伊认为，咱爱去了解家己的心理健康，嘛认为透过这款活动，会当互民众重视情绪的表达，正面看待。那会当讲伫每一天的生活内底，拢会使对家己、对厝边、对厝内人提供这个适当的这个协助。31暗时9点45分，伫台安森林公园会放送电影《爱情万岁》。主演嘛，拢会到场陪民众看年，现场也会送卫生纸，互民众拭目屎，也会互民众把今年上想要哭的代志写落来，做伙把无好的代志、负面的情绪下过去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